台东的消息，台东有乡亲咧控诉啊，讲伊去槟榔摊买物件，互警察对入去，搁甲盘查，甚至对伊酒测，最后搁将伊依照酒醉这个骑车现行犯甲逮捕。伊强调讲，伊本身已经落车，而且现日已经禁起来。因无针对这点，警方是讲，巡逻时发现这个查甫人骑车时骑袂知，才会甲对入去。警方嘛讲，这个查甫人有承认讲有啉酒，所以我认为这个执法无问题。 一个穿长的查甫人伫咧槟榔摊内底买物件，过不偌久，警察当面来，佮家做酒测，所以就甲人铐起来押走。机车也都停在路边了，然后进去里面也没有再发动，结果他就从槟榔摊里面叫我出来，对我进行酒测，这个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符合那个法律的条件呢？ 代志就发生伫咧6月7日，台东太麻里临时市指控，下昼9点多啉淡薄仔酒，伫咧厝内休困6点钟后，才出门做事，吹打到槟榔摊买凉虾，甲机车禁火停伫咧路边，警察骑巡逻车走来槟榔摊，家做酒测，酒测达0.27毫克，放开单。临时市强调，机车禁火已经停伫咧路边，人伫咧槟榔摊内底说谎掠啉酒骑车，会质疑警察执法敢无问题？袂使像伊安尼。 想着要盘查，想着要拦检，伊就刚叫落来。我感觉这警察这样的执法有非常大的讨论的空间呐。发现林姓男子疑似酒后骑车，行车不稳，故回转尾随于槟榔摊前拦查林敏。警方拦查后发现驾驶人酒味浓厚，林敏当场躺成酒后驾车。 警察强调一切合法，嘛讲到这行轻微毁品已经随案移送到地检署，无法度提供。执法敢无问题？争议恐惊台等到正告法院由法官来聆听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